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，气象署是持续针对台湾各地来发布低温特报。根据消防署的统计，今年2月到今已经有400多人寒甲心脏停气，赶紧送病院。伫咧新北市的新庄有一个男性，因为天气寒，所以啉一杯，结果无想到煞心脏病发，互警方甲送病院急救。 上你车，你走，你这样车你坐不住了。看情形有着派出所员警赶紧协助民众坐警车，因为新北市新庄这10多人有心血管疾病，技术天气冷，佮啉酒造成心脏病发，胸坎仔会闷闷，佮会胸坎痛。家属赶紧到派出所求救，好在在5分钟之内，就将病人安全护送到病院急诊室看医生。老高，你是胸闷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他有心血管疾病才刚。好，我们先到医院。啊，他是无缘过这样，他还是有喝酒，要有酒味嘞。 入冬第3摆寒流，最近气温出现短暂小落差。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统计，敢若是今年2月初1到初8短8日，非创伤到院进前心跳停止乌卡都415人。大部分的到院前死亡案例，不外乎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呼吸道的疾病。但气温骤降的时候，有可能会造成血压波动，而造成大小血管的意外事件，像是主动脉剥离、脑梗塞。 医师表示，气温向降低，人体周边血管会自动收缩，较会造成血压增悬，增加心脏病甲中风急症发生的机会。所以呼吁有三高甲慢性病患者，除了规律食药啊，注意保暖，也系每日定时磅血压。例如像是胸闷、胸痛、喘、呼吸困难、心悸、头晕，突然喘不过气来，或极度疲倦、几近晕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，应该及早就医。医师建议老大人寒流来时阵，尽量避免出外运动，另外也要加啉水，避免水分不够。三高患者若是要浸温泉取暖，千万唔通温度伤过热，时间伤过长，则会因为骹手的血管扩张，周边血流量向增加，引起血管或者是脑血管的急症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